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花學課。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紹指令方塊。好啦，要點樣獲得指令方塊啊？我好開心啊！更新咗，我 N 開心。好啦，需要指令方塊咧，就首先打赤片一片，之後寫 GIVE， 之後咧打 AP。如果係人哋嗰啲嘅話咧，你就打人哋嗰個名啦。好啦，之後寫 COMM， 之後咧你就會發現，你先寫 COMM 就會有呢啲嘢啦，就會見到有呢啲指令方塊，有照住個指令方塊打。下一步，之後我就會發現你自己有個指令方塊啦。然後咧喺呢個指令方塊度打 TITLE， 之後唔好意思，寫錯咗。撇一撇，再打 TILE， 之後隔一格，又寫 AP， 之後再寫 TILE， 之後你寫你自己中意嘅，你想寫你自己想寫嘅嘢。例如寫今天做今天，例如寫再見。好啦，之後咧你就用啲可以發動紅石機關嘅嘢啊，當佢係一個紅石咁，咁樣得嘅，可以咁嘅。唔得喎，原來咁樣唔得嘅。咁好啦，咁就喺呢度尋個紅石方法，唔係都唔得。咁嘅話就直接揾按鈕。我係咪打錯啊？係喎，我打錯咗啊，各位，唔好意思。不過喺文錦渡同沙頭角之間存在大興土木，因為呢度會再起一個口岸。係 TITLE 啊。你睇燈啊，狂咁在線。不過我又好似寫錯咗。咁寫爸爸。拜拜。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完畢。拜拜。